来继续来看台南一间真有名，阁是米其林推荐的羊肉炉店。和一个女网友来指控，讲伊买回去的羊肉炉，这个羊肉拢生虫。业者出面来反驳，讲对方铺就网的根本不是因所卖羊肉，要求对方一礼拜内爱公开来道歉，要若无就要甲告。这个女网友背回讲，伊有证据会当证明，伊绝对无胡白讲。张惠雅当地的厝旁公共羊肉炉，也毋过要参拜时所看到可牌画品。肉顶面真侪只白色的细虾糖，伫咧摇摇说，互全辈人看甲强要变白。落尾买卖四小姐伫咧面册铺文，讲到台南一间羊肉炉边店买，这间店阁2摆得到米其林推荐，想到煞买到生虫羊肉。第一时间业者出面驳回，讲对方铺上网内，毋是真的羊肉。那我的羊肉也不是这种颜色、不同形状，为什么包装起来放在冷藏冷冻？你拿起来的虫是活生生的粘在这个干燥的肉块上呢？业者指称羊肉炉的肉含汤拢是炖好了后放好顶，现煮现批，人客买东西嘛拢是包好势放伫咧冰箱。对方铺文会感觉名声臭臭气，决定要提告。这件代志我坚持要追究到底啊啦！阿兰寄料的查某网友嘛，搁一摆铺文讲，伫咧11月7日下晡，含先生同齐去店内底食，进前搁先注文12包要包顿去。迄天食饭饱就早12包变过羊肉炉，洗超1点半钟的车路，登去到地中就随送互朋友。查某网友讲，会当提出证据证明，绝对无黑白讲话。业者态度嘛加变变，保护家己名声。这件羊肉炉边店羊肉有同的事件，看起来可能爱伫咧怀疑对象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